大家好，歡迎又嚟到 Ori Connection。今日我哋帶大家去大分油畫村，成條村都係畫同藝術家，保證你雙眼發光。如果大家從羅湖口岸出發，途中要轉一次車，大概坐30分鐘左右。又或者由福田口岸坐10號線，轉3次車，大概35分鐘左右就可以到。由大分站 A1 出口走到油畫村大約300米，入到嚟油畫村，你已經會 feel 到嗰陣藝術氣息。望下兩旁窄窄嘅巷仔已經掛滿油畫，好多都係畫家自己畫或者代售油畫，價錢豐儉由人，細幅幾十蚊都有交易。嚟得油畫村，梗係入去睇客畫。其實大分村以前就係世界出名嘅油畫複製基地，而家越來越多本地藝術家加入，所以你會見到傳統同創新嘅碰撞。呢幅人像畫都好特別，係由不同雜誌紙堆砌，組成一個女性樣貌。我就最鍾意依幅大自然畫，好似融入咗喺森林裏面。乘坐電梯往上，你會發覺有更多唔同藝術品，甚至畫家自己經營。呢個藝術館都好大，每一層嘅走廊都掛滿藝術品，大部分作品都係油畫，有啲甚至係水墨畫都有。無論你係想搵幅畫裝飾屋地，想感受藝術氣氛，亦或純粹週末過嚟行下，大分村都絕對值得你嚟探索。其實大分村最好唔止買畫，係可以睇到創作過程，可以欣賞到畫家即時畫的人像。如果你有興趣，都可以一齊參與。不過有啲地方係禁止拍照，記得要好好尊重畫家或者小店。仲有影相打卡位有好多，有啲仲要排隊添。依幅油畫都冇得頂，係貴州省的梵淨山，入邊仲有好多人像畫。呢幅應該係桂林嘅龍脊梯田。可以見到每間畫室裏面都有很多名畫展示。大概行咗1個鐘，我哋就出嚟行下。附近都有少少古城睇下。行深啲，你會見到好多得意小店，有將你張相變成油畫嘅定製鋪，又有賣七彩顏料同畫布，有啲仲有體驗班玩，油畫師教你油畫，可以俾你消磨1個下午。有啲畫可以買返去自己收藏，或者送人都好得睇。仲有藝術堂畫都可以睇，可以一路食一路欣賞。細幅嘅畫，幾十蚊都有交易，記得行到巷仔睇睇。如果鍾意今次分享，記得俾個 like 同訂閱我個頻道。下次再帶大家發掘更多好地方。